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月11日，择觉方向与择先知。我们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基督徒在2022年到2023年都是充满抉择的一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1章1到9节，也是一个很抉择的世代哦。以斯帖，我们要重新从第1章开始来看，细细的看，细细的来学习，在那个每一次很微小的决定当中，却是让我们经历这位很奇妙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的 RPG 的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如果你们不愿意侍奉他，那么今日必须决定，你们要侍奉的是谁？是你们的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所拜的神明，或是你们现住地的亚摩利人所拜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上主。是今天讲到决定，必须决定，必须抉择。在这个抉择，每天都在抉择当中，变动，大小变动当中，决方向与择先机。那么这个择呢，就是一个动词哦。所以有人说这个关键字2022到2023这个关键字就在于择。环境变动充满着压力，其实这才能看得出这个人的这个所相信的信念、信仰跟态度反应，以及我们所选择是不是属于基督的。我属谁，我就会像谁一样的 DNA。 那么就在抉择的时候，真的很明显的看得出你属于谁的，你是哪一个属于哪个家庭出生的属灵的征战就在于当人们面对逼迫在夹缝中，在大环境，很多我们或许是被决定我们被决定那我还能决定什么？是啊，我们的神还是给我们有选择权，自由意志。在大患难中是否能够显出大喜乐呢？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很像我们一开始这片头音乐。我们有没有发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好像很悠游自在在海洋当中。而今天的经文确实是落在这个喜宴当中一开始经文就讲亚哈水乳王呢，他会出这个皇后瓦斯提。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哪里？一开始我们如果看圣经经文就知道，他就破题了怎么样说呢？他就讲到这个亚哈水乳王在位的第3年，他为所有的贵族举办的大宴会我们如果从历史来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波斯和米底亚的将领、各省的省长以及贵族们通通参加，而且这个宴席办的6个月180天。他要来炫耀，跟大家讲他的王国有多富有、昌隆跟威严。接着王又为首都苏珊全城的男人，无论是贫贱富贵，在王宫的花园里举行宴会，为期1周这刷脱的意思吗？而在这个环境有多美这花园用蓝色和白色的木帘装饰，用紫色的玛莎带子把木帘结在大理石柱上的银环，金银制成的躺椅放在铺着白色、红色、绿色大理石和珍珠贝壳的地上。非常的华丽。喝的呢，全部都是用金杯王很慷慨供应王家用的酒。怎么样呢？随意喝他吩咐宫里的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随意喝。同时在王宫里，王后瓦斯提也为妇女们
举行宴会啊。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看到这里很欢乐，对不对？这个宴席是随意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喜欢随意吗？自由自在啊，随意。但亲爱的大家，我们真的是随意吗？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看圣经，一开始其实这个大标题已经破题了。亚哈随鲁王废除王后瓦斯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生只停到今天1到9节很欢乐啊，我们接下来快要农历过年了，我们不会永远只停在农历过年的欢乐宴席，因为一开始就破题。瓦斯提还在那边为妇女人举办宴会，但他的结局已经指出来，亚哈随鲁王要废除他王后的这个位分。我们呢，我们不要高兴太早，我们也被定义了，不是吗？我们人人最后必要躺平啊，是吗？这是真理，有一生必有一死。如果我们正在随意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真的是随意吗？还是我们其实在这大变动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架构，整个社会世界脉络的架构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是被动，我们已经被决定。但亲爱的大家，我们的神要带领我们，真的是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来选择是不是要来跟随他，要不要来跟随这位神，有没有决定我侍奉的是谁。因为人人必要面对神的审判，大的方向，最大的人生结局，没有人逃得了。但我们可以决定的方向是，我要时候睡着了，灵魂睡着醒来要醒在哪里，决这个方向，择先机。那么我现在要决定我今天怎么活，我决定今天的大小的决定，每天都在抉择，大小抉择当中，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用生活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上主，好不好？我们来默想，面对各种不确定大小变动中，我们凭着什么来决方向与择先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啊，这大世代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改变，我们来不及应付的变动，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像很无奈，但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一个决定是不是要邀请你，让我们的决定，让我们的未来在你的方向。我们所择，我们所决的方向是向着你，我们择的先机在于基督耶稣基督里。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在那恩典的海洋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这一艘船有主你同在，我们的人生就能够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谢谢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应允，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不管我们的决定做对做错，
你就是定义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陪我们走过那个我们若是做错决定，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个漫长的路，你陪我们走过，你永不离开，不放弃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举方向这献祭对准了神哦，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合神心意。我们明天见。